Hello，各位微信影音號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歐瑞強。咁呢，有咗微信影音號之後呢，就開心咗好多啊！因為呢，我可以不斷咁樣將啲信息啊、啲靚歌啊、演出嘅環境啊，諸如此類呢，我傳俾你又得，好多朋友傳上去又得，即係話傳俾你啦，你就可以經過微信影音號呢，就睇到我嘅近況啦，聽到我哋嘅歌曲啦。咁我今次呢就好開心啦，喺香港啊，即係香港站呢，就5月初呢，我就嚟一個70大 show。70大 show， 喂，點解會70呢？咁你明㗎啦，係咪？因為呢，我真係唱咗50年歌啦，做咗50年電台啦，識咗你可能都幾廿年㗎咯喎，可能你係由細聽到我大，經過微信影響聽嘅都未定，咁啊最好啦，做到時如果你咁啱嚟香港咯噃，或者你已經係香港朋友啦，不如到時一齊聚下啦，一齊見下啦，好嗎？5月初，到時見你。多虧欠，不知道在哪一天。